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文哥。今日我来老大家介绍的艺术客家歌曲，很多油菜花是艺术客家的童谣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客家歌曲呢，叫做《油菜花》，是一首客家童谣那这一首客家童谣呢，是新创作的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创作的，并不是我们传统的客家童谣这是由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所发行的。作词、作曲跟演唱的人都叫做徐千顺、启前孙启前孙。那开始来数它，我们开始来收听，来稍微歌词很简单。那我会再做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会再停留一下，做一下字词的解释这影片是来自于 YouTube 的连结那这版权是属于原创作者，我只是把它做片段的暂停，做歌词的解释分析虽然讲伊不但当中就有字幕但是因为歌词我还是觉得要稍微校正一下。油菜花啦，它那个音调关系，油菜花油菜花，旺旺嘅油菜花油菜花，黄黄的油菜花，黄黄叫旺旺来这一句停一下用一个比过来，用一个就是蝴蝶用一个就是蝴蝶，比过来，比就是飞用一个比过来，蝴蝶飞过来。花丛带下青马撒，花丛带下青马撒，花丛花丛带下底下。请就是寻找就是找的意思，寻找的寻，请骂撒，骂撒就是什么人找谁的意思，要找谁油菜花，酱酱嘅油菜花酱酱嘅就是漂亮漂亮的亮亮的那客家语里面的形容词常常会有 A、A、B 这样子的排列就是2个叠字，然后再加一个 A 或什么什么嘅这样子的形容词很特别酱酱嘅油菜花。这边听起来音有点怪怪的嘛，杂亮雷转沃卡杂就是宰啦，宰菜的宰，杂亮雷两蕊转沃卡就是回家结杂后请卡就是去找一个人嫁结婚的意思，结杂后请卡油菜花，细细嘅油菜花，细细嘅油菜花就是又来了油菜花，细细就是小小的油菜花，细细嘅油菜花。太易过后，太易就是大雨，大雨过后不是惊，不用怕，不是就是不用
唔是惊，不用惊吓，不用怕。等待，哈，等待有人來摘，哈。油菜花，油菜花，日光就是月亮，月亮以下，日光帶下，傾盤就是尋找有伴，就尋找另外一半的意思。日光帶下傾盤，日光帶下傾盤。我會老五做盤，我會老五做盤，我就是我哈。会，我會哈，老五就是跟你哈，老五做伴，我会跟你作伴。我會老你下，我讓我會哈，我會老你就跟你哈，下就是我會去疼惜你啊，我會去愛惜你，會去疼你，我會老你下。油菜花，油菜花，日光帶下傾盤，好，這個是一樣啊。好，這是重複的，我會老你做盤，我會老你下。我會老你做盤，我會老你下。OK， 这边蛮短的一首客家童谣。那如果是真的在演唱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重复唱2遍的哈。这样子的话，就会时间比较长。那紧接着呢，我来稍微解释一下。我开一下 PPT 来解释一下详细的歌词啊。等我一下哦。OK， 我们来到了 PPT 的画面，好，亚述国油菜花，好，来我们下一页哈。好，这边是歌词，我们重复再讲一次：油菜花，油菜花，旺旺嘅油菜花，用一嘅鼻哥來，花叢底下潛馬沙。油菜花，油菜花，醬醬嘅油菜花。摘兩類轉屋卡，結摘好全家。油菜花，油菜花，細細嘅油菜花，太易過後唔是驚，等待有人來摘啊！油菜花，油菜花，日光帶下潛盤，我會老五做盤，會老五下。好，这是这个歌詞。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下一页，用秧嘅哈，那个羊碟子，用秧嘅那个秧呢是 IAG 哈，它是一个入声字，秧好秧好。那其实这个碟这个字呢，我们在单独发音的时候也会发成 TIAB 跳啊，闭口音跳。例如说蝴蝶，虎跳，好，虎跳。可是很少人这样讲，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平常讲客家话，四线腔都是讲用压嘅，好，用压嘅，好。再来呢，骂傻，好，骂傻，骂傻的意思就是什么人啊，什么人，或者是谁啊，骂傻，好，骂傻。再来下一个是木哈，好。一般四线腔会讲木哈，可是常常我们连读的时候变音哈，尤其是在南四线腔的时候，你就听到是洛卡，也有人会这样子讲洛卡。那我们这边地区性苗栗来的家家妈妈讲木卡，
也可以哈。所以你就只把它唱成 vodka 之后，vodka 或 vodka 都可以啊。那原来的字幕上面是写乌加啦，那个听起来 vodka 啊，那就怪怪的哈。一般我们还讲 vodka 啊。再来是老你啊，劳这个字哈，左边提手旁有一边一个交的右手边的哈，劳哈。劳就是跟的意思哦，跟你的意思。那南四县腔就讲同你啊，跟着你哈，同啊。好，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这首油菜花的介绍啊，油菜花的介绍，希望大家会喜欢，很简单的一首歌曲，油菜花啊，油菜花，油菜花，旺旺嘅油菜花啊，我刚听而已啊，不大会唱哈。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啊，不是同学啦，各位朋友们，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的频道啊。那之后呢，阿文哥这个会新成立一个频道，叫做共学按神器讲课认生趣哈，就是讲课教化很有趣的意思。我会在新增在这个频道底下，也会同时新增在新世界乐团的客家歌词分析的频道那个清单底下哈。希望大家喜欢。以上就是我们的有才法。